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5月15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拄搭被列入行政院国家绿岛计划的台江山海圳绿岛，虽然沿线的景色优美，但路线当中却出现了电线牵满满的情形。为着要创造一个清气的绿岛，立委陈廷辉甲多位议员共同来反映争取，希望将沿线的电线来落地。经过了多方协调，最后由着台电甲市府干务局将会配合经费，依照上介紧的速度进行电线地下化的作业。立委陈廷辉以及多位议员15号上午邀集台电以及市府干务局等单位共同协调山海圳绿岛电线下地计划，希望会当将俊安路4段到6段的电线会当下地。整个绿道很绿意盎然以外，我想我们整个天空也希望是很开阔的，所以期待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是台电，我们市政府可以共同来努力，来达成这个目标。台江水入的时候，拢会带一寡小台江去咧净溪啦净菌啦就是讲安尼的溪有垃圾去捡迄有法度人做，但是顶悬要净空要净空就要拜托台电的。台江山海圳绿岛搭被列入行政院国家绿岛计划，沿线景色优美，生态丰富，但是路线中却出现真侪电火条仔，而且电线牵满满。对此，陈廷辉立委表示，国家级的绿岛被牵满电线实在无美观，希望台电甲市府会当合作配合预算进行电线下地。到底我们现在山海圳绿道怎么做？那我们的公务局、水利局这边又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在第一步有这个所谓国家级的感受、跟风范、跟高度？好，我们首先要把上面的视觉效果要先把它排除掉。这视觉效果，我相信除了有景观，也有感受度。如果上面全部都蜘蛛网的话，我相信这个电线的感受一定是会有压迫感。就没有这个绿道的感觉。面对地方的需求甲期待，台电公司甲市府已经有初步的共识，将会负责过半的预算，将电线下地。至于讲相关预算到底要开偌济，双方都要好好研究。为了维持我们整条线路的供电安全、供电稳定，然后我们愿意的我们台电愿意投资这部分的费用再把它改成做地下化。各户一半，我们基本上我们完全配合，是多少钱我们要讲清楚，就是说，比方公共这些钱是要做在哪边要讲清楚。比方说这者公路边这单体启用户籍，我觉得这样讲就有点，就是有点是不是跟原来协议不一样？所以要讲清楚说，一半是各自做哪边要讲清楚，我们才愿意说把这个事情完成。山海圳绿岛是台南重要的市政建设，嘛是市民高度使用的运动休闲路线。但沿途电线伤济，对景观嘛有影响。地方希望电线会当下地，幸福绿岛一个清气的视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争取国民党台南市长提名的前台南大学校长黄秀松，为着要为辛苦的劳工来发声，15号伫咧议员王家珍的陪同之下，伫咧议会召开记者会，提出劳工的政策，承诺若是当选市长，一定会帮劳工找找福利，甲劳工徛做伙。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秀松表示，劳工是发展经济根本。全世界拢咧为劳工提升劳动条件，只有台湾将劳基法没收。佮以蔡总统讲过的话，劳工是伊心中上软的一块，来对照即马政府的所作所为，实在互人真心寒。因此，黄秀松提出8项主张，要来顾好劳工的权益。我们会在台南市政府成立劳检处，因为在6都当中，我们台南市是唯一没有设置劳检处的。我们台南是乡下吗？不是，我们台南是直辖市。直辖市当中唯一没有设置劳检处的就是我们台南，所以秀双当选我们的台南市长，会将劳工的
安全跟权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会从市政府的组织架构来做相关的一个宣示。第二个，我们针对45岁以上失业的劳工，我们会设置相关的免健保费的一个福利的一个措施，因为实际上45岁以上要再重新第二次的一个就业，困难度会比30几岁的年轻人困难得多，所以我们有3个月的免健保费的一个缓冲。第三个，我们也会广设我们的劳工住宅，因为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平时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跟我提到，他们所赚的钱其实光是要照顾孩子、养家糊口，其实就不太够了。所以很希望政府有像以往的这样子的一个国民住宅、国宅的一个方案，但是是特别给劳工的。黄秀松重申，若是伊当选市长，将会推动劳资合作友善关系，打造劳资双赢环境，替台南的劳工争福利，嘛互企业安心伫台南发展事业。如此，才会促进台南的经济成长，提升台南的竞争力，互市民过好日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让第一线的救灾人员会当掌握灾害的状况，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下午特别举行无人机救灾应用的记者会，同时来宣示，只要伊当选市长，一定会跨局处来编组，互无人机的科技会当率先落实伫咧台南。就在应用这边。应用团大会引发小能源伤亡危害，毛无人无人机的运用再次成为焦点。对此，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表示，科技的运用就是未来趋势。伊若当选市长，一定会成立跨局处小组，调动无人无人机来支援，将有限的资源做上大利用，进一步成为台湾第一批大量采用无人无人机工作执行的市政。以救灾抢险，我刚刚提到，不管是消防局或警察局，甚至治安上都可以做无人机来协助。那所以说，将来事实上台南市政府基于地方自治是有空间的，就是说成立一些任务编组的这个跨局处的任务编组。那将来如果是这个实际的情形试办，如果将来这个试办这个任务是真的很频繁，我们可以再成立一个固定的这个单位来做。那我们觉得总是政府要先由各方面来多方的尝试，那不要变成说什么事情都还要假手这个人力来做，那已经第一个不科学，第二个不经济，第三个效率又低。所以说早一点时间能够发现到一些灾情的损失，或者能够营救到这个受伤的人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花多少钱，花再多的钱都值得。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的运用，不管在政策面、实务面，甚至这个人命关天，我们这种救灾抢险的这个层面，我们觉得都是将来要大幅度的运用。记者会现场嘛邀请工业技术研究院资深甲通信研究所经理为大家专业了解无人无人机的运用，并且现场示范操作。经理指出，透过无人无人机清理灾区做开路先锋，对参像顺风里、千里眼同款，而且也可能透过无人无人机运送物资到灾区，避免道路中断等突发状况。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一摆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改选，其中参选人王敏雄甲黄善超，拢是前市长赖清德竞选时阵的重要幕僚。不过，因为院长赖清德主动介入，替对手来辅选，嘛互王敏雄相当的不满，所以上午伊再次来挑战新潮流，呼吁赖清德爱放手，互基层的选举会当公平来竞争。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5月27改选，前台南市公测会总干事王敏雄拄仔率先登记，伫近来4月走摊寻求党员支持过程，经发现行政院长赖清德为了小停新潮流黄善超，更是主动介入辅选，嘛王敏雄相当不满，要求为了台南的团结和谐，互基层选举公平竞争，公开呼吁赖清德放手。大家拢知影，民进党的党员真侪是拢有迄个党员头伫的比如讲一个人有差不多管过20-30个安尼伊真饱的。真侪党员头呢，我去拜访的时阵拢有人提起，
罗清德院长吼，有的是亲身家己卡，有的是透过关系叫人卡吼，叫人一定要支持对手吼。我感觉这是非常的无公平吼。小弟敏贤甲黄先柱两个人吼，过去拢是罗清德的这个竞选的幕僚啦吼。无应该因为敏贤毋是新潮流的派系，因为我是无派系的人，无应该因为安尼吼来支持新潮流的黄先柱，这是对台南市的市民也好，对党员也好，对敏贤也好，是非常的情何以堪啦吼。我感觉爱公平公正，来好好来选这个选举，由党员来自主性来决定，所以而且再度呼吁罗清德院长，请你放手。吴敏贤强调，虽然伊无派系、无组织，加上对手佮有行政资源，毋过目前的选情评估起来实力相当，所以重点是到时党员支持者的投票率，甲院长罗清德介入的程度如何？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工业是一切建设的基础，嘛代表着国家的竞争力。所以要如何来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中营中学特别将电机、资讯制度来整合成为工业群，持续来加强学生实作的能力，嘛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比赛甲相关证照的检定，会当看出学生的表现特别优秀。资讯科学生因为看准后一代影像的趋势，所以运用无同的软体加技术的开发，希望达到更加逼真的享受。所以透过导影将电影画面转做实际运用，提下创意做的优先。当初想要做这个是从电影上面的这种灵感上面来的。那我们想要把电影上面真实的呈现在现实上面，对。那未来可以应用在像演唱会或者是建筑物的展示、3D 的环状的那一种，或者是就是比较真实性的人物，都可以显现在上面。那我们这个作品是以未来的影像作为一个趋势。另外，资讯科学生团队嘛运用微电影打造出一台会当互静态相片震动的相机，在课程当中提下优定的好成绩。我们一般照片的是 JPG 档，那它比较呆板，比较没有活泼性。那我们想要改造成 GIF 档，让它比较有活泼互动性。当然，对着高级工业群的学生来讲，会当伫全国机能比赛当中获奖，嘛是有指标性意义。其中伫机械设计制度方面，中学生伫全国分区甲南区分区当中，更是私立学校唯一入选。就是任何东西一开始都是要先加工，就是从一块铁变成一块齿轮，类似这样子，对的加工方，所以就是要理解这些加工方式，对，才能制造出一样的机件。政府因为将热能光电纳入前瞻基础建设，和太阳光电产业的潜力甲人才需求拢真大，毛学校积极鼓励学生考出相关的证照，提升自我竞争力。考取证照是为了加强我们自己的技能，也是求取自身的突破。这样子的话，在未来就业会更加的有帮助。政府的政策，太阳能越来越盛行，所以可能在这一章考过的话，在不管是升学或是就业上，都会有更好的发展。这样，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有考过太阳能以及技术士的证照，
仅300多人而已。对，那政府他们有规划出大概需要1800人才，所以目前只是占2成左右。那很多厂商或是企业，他们所需要的人才，然后到时候要去找不到这些人，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学生可以去考取这个证照，然后在未来可以更有竞争力，然后去找到更好适合他们的工作。中中应用108年新的课纲，不断加强学生实作能力加专业的技能，已经显示出努力成果。长福中学工业群有3个科系，分别为机电科、电机科跟资讯科。那我们为了因应未来的趋势，所以我们鼓励学生去参加一些竞赛，例如像专题制作、科展，还有我们的全国技能竞赛，借此增加他们的技能，都是增加未来的竞争力。希望他们毕业之后都可以马上就业。长福工业群赞。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106学年度国小艺术棒球比赛，来自全国18个县市，总数47支的队伍。8号开始伫台南展开竞赛，14号来进行着冠军甲亚军的比赛。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到场，为参与的选手来加油、来打气。伫咧炎热的大日头下，一寡小小棒球选手游玩活力十足，来互相竞争。这届106学年度国小应试棒球比赛办伫咧台南，对5月8号开始，47支来自全国各地队伍就展开了激烈竞赛。伫咧14号这天，有2支桃园来队伍进行着争取冠军的比赛。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前来开球，并勉励这些小朋友要继续向棒球的道路持续打拼落去。那我们台南的各地的父老我们的赖市长对棒球运动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台南的安南区，我们正在筹建一个世界水准的这个棒球园区我们会有包括成棒25000席的成棒场地。还有标准的少棒场地，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今年的3月，我们也到法国的巴黎去跟世界棒协争取世界杯的少棒赛继续的在台南举办，那也争取到未来10年，总共有5届都会在台南来举办，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台南可以成为少棒界的威廉波特。市府对着每一场的棒球赛事，拢全力支持，也希望会当吸引更侪民众参与台湾棒球运动，让台南棒球的银光继续向国外发扬出去。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2018台南艺术节城市舞台所安排的系列表演当中，今年唯一一场的布袋戏演出。将要伫咧5月19号、5月20号，也就是这个拜六、拜日，踮古迹承德剧场来演出。精彩片段透过镜头，互咱抢先来欣赏。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一声，准备。战海波澜这出戏是咧描写陈泽将军的故事。这届古都掌中剧团也大好争取到伫咧古迹承德剧堂，也就是明代统领将军陈泽所住的所在。这届陈泽将军的故事会当伫伊生前所居住的所在来演出，会当讲是意义非凡。这是我们的台湾风云录战火波澜，那我们特别选定在承德剧堂，我们这个3级古迹要来演出承德剧堂的先祖陈泽将军他的生平传奇故事。那也希望来观赏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去体验到我们在环境古迹当中来欣赏过去这个地方的先人。那这个时空隧道应该是非常有趣，那感受应该也会相当的强烈。所以陈泽将军他这个震海波澜的布袋戏是非常值得您全家一起来欣赏的表演。筹备这场演出，除了为战海波澜这出戏打造了原创的歌曲，同时也搭配着古迹的情景来做调整，就是要让观众会当亲身来融入陈泽将军的故事当中。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
根据市立病院的研究，有一种细菌叫做隐球菌，伊主要来源是伫咧去互鸟类放屎所污染的土壤当中。一旦免疫力无够好的人，无小心接触到，就真有可能会引发脑膜炎，甚至是败血症等等。也因为伊一开始的症头，那亲像是感冒共款，所以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爱提高警觉。有一位69岁的男性炎症患者，伫持续追踪的过程当中发现肺部出现肿瘤，经过测序了，发现是隐球菌所引起的。隐球菌的主要来源就是鸟仔放屎所污染的土地，可能有的镜头佮甲感冒相像，霉菌会透过喘气进入人体，甚至更有可能引起败血症，也是脑膜炎。一般从没有症状，那到很严重的这种呼吸窘迫症都有可能。那一般的症状呢，就是说他可能如果有症状的话，可能就是像刚开始像感冒啦，哈，那你会觉得这个身体不舒服、倦怠，那甚至咳嗽也有可能哈。那其他发烧大概也不明显哈，大概是这样。所以他的一般没有很特异的症状。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居家环境呢，或是本身你就有养鸟类宠物哦，或是像鸽子这种比较大量的，那你就必须在这种粪便的处理上面呢，你要比较积极一点，比如说比较定期清理呢，然后或是用消毒水去消毒，然后或是集中焚烧。那你如果出入这样子的环境，那你可以再加上口罩来保护呢，我想这样子大概就可以比较达到预防的这个效果。因为症状常常会发生伫免疫力较无好的人身上，医生嘛提醒，若是有糖尿病、炎症、长期使用类固醇等免疫力无好的患者，出门的时阵爱会记挂口罩，皮肤若是有伤，就要包起来，避免感染。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8度至3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5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